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2月22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因为伤过竞争，过程当中不断出现参选人被抹黑、攻击等等的负面消息。对此，主席蔡英文在21号总执会当中讲出谈话，要求参选人要约束家己，若是违规的话，无排除伫咧选前就取消资格。原本规定上午黄伟哲竞选总部要办拒绝暗黑守护正牌记者会，甚至直接点名但停会的抹黑事情。不过10点一到，本人无到，只有看守刘玉珍伫团队的陪同到场。伊表示，过去一直伫伊背后点支持，不过为了初选，红赛被不断抹加攻击，伊不得不跳出来表达心痛甲艰苦，过程一度讲袂出话。参加这个初选，这一路上走得非常的艰辛，也很难过。对不起，抹黑、攻击、谣言、黑函满天飞，这是我们台南的风气吗？当然，伊太太出面嘛是昨民进党中央中执会开会，党主席蔡英文不满台市初选充满负面的抹黑加攻击，所以黄伟哲总部只尊重党中央来给调回应，希望回归有良知的选择。今天，我们尊重党中央，也尊重我们的督导小组，然后所以说呢，我们记者会呢。就在刘老师的心情表述之下，就告一个段落。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料汇整，交给党中央处理。一切尊重党中央。至其他参选人面对主席表达违规的无排除伫选前的取消资格一事，对此侪人拢分别表态。我很担心说，万一初选结束、提名出来之后，才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对整个党的这个伤害更大。但是呢，这个人民团体政党又没有调查权，这是我们非常为难的地方。我认为党中央应该要有勇气站出来，好好的来处理。我相信昨天小英主席做了很大的宣示，那这个宣示我们也希望，该阵营的候选人应该要适可而止，不断的抹黑，尤其从这个过年的时候。然后利用一些新闻媒体的一个采访置入，然后甚至又利用电台的访问去做了很多抹黑、不实的一些攻击。我相信这些资料我们已经给党中央，我们希望党中央赶快查证、赶快开会、赶快处理。初选就是检验，真实的检验，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样的攻击变成是一种不实的。策略战术上的操控的话，你赢了战役赢了战场却失了战役哈，对民进党整体并不好。所以我们乐见党中央出手去制止不同阵营的负面选举的手法。另外，甘顺子因为身兼党职甲党务，偏偏被质疑行政无中立。22号开始，党部注意一直已经主动请假。那昨天开完会之后，我在下午4点多已经跟台南市党部已经请假。从今天开始请假到初选结束哈。面对台市长初选的竞争激烈，党中央目前的党调小组嘛将持续调查，敢有违规，希望参选人良性竞争。但新闻顾问及郭博宇才通过的。对于南部开始发展的基进党，上午选伫咧南区的盐埕天后宫来公布第一阶段投入台南市议员选举的3位参选人。分别是陈嘉玲、苏玉文甲李宗麟，希望因会当成为改变议会生态的关键角色。
唯一一个将总部设伫南部的政党基进党，伫2008年伫高雄台南开始发展，甚至比太阳花校运更较早出现。因想要改变现在台湾选举拢必须开大钱、有背景、才有候选机会的政治氛围。所以上午公布第一阶段伫台南投入市议员选举的3位参选人，希望来打破地方政治的限制。基进的少年家滥用这物件，咱拥有着比别人更加热情的改革的这个政治改革的这个热情，咱拥有比别人更加坚定的这个本土的心情。咱要来入阵，要来打破掉现主是咱地方政治的高墙。要大家讲，基进党作为这个铁钉啊钉落，爱护民进党伊未来交陪朋友、竞争的对手是像基进党这个政治力量。安尼民进党较有可能，唔是甲国民党竞争到愈来愈国民党化，唔是，互伊会使靠由甲咱竞争的当中，互伊愈来愈具备着本土心，互伊愈来愈会使唤醒伊过去要打造一个新的国家的这个因过去的忘记的这个初衷。由党主席以一位参选东区的李宗仁、南区安平区参选人陈嘉玲，甲大北门地区参选人苏玉文来进行授背带甲授旗仪式，象征正式投入选战。3位参选人投入政治的理念，拢是因为无愿意继续看到政治被部分透过权力甲金钱所选出来的人掌握，希望用伊的力量来改变社会。我看到足侪少年家，因对未来茫茫渺渺；看到老人啊，因心有惊吓，又搁失望；看到我的故乡，看到农村愈来愈稀微。最后，我决定要徛出来参选。就算讲我无钱无背景，我也要甲打起来。这本我决定要来参选，即使现在的政治是金钱跟权力所堆积出来的，像我们这样的小党可能很难抗衡。毋过，政治伊本来就不应该是金权游戏下的产物，政治是咱人民影响着咱人民每一天的生活，政治是咱人民每一分钟的代志。咱袂使搁互遐服膺于金钱还有权力价值的人继续垄断着我们的政治。其实我认为，阮会当用理念、用希望来打破咱固有的旧时代的政治。旧时代的打破旧时代的政治，走出一种激进的力量，互咱的政治会靠近，互咱的社区会亲近近。这个是阮想要参选的原因。最后，基进党中常委吴建良将向前责任的严打交予3位参选人，希望因会当成为改变议会生态的关键。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吴杰对2021年开始担任和顺里的里长，累积了丰富的服务经验，甲升大博士班的学历以后，决定要扩大服务的层面，参与着北区甲中西区的议员选举。过年后第一个上班日拄好拜三，嘛是和顺里上午举办中春会时间，会中65岁长辈正专心听出5家报告伊对地方建设需求甲发展的期待。其实该会伫5年长年来办5档，已经有无数的课程甲讲座，提供老大人互相学习，也佫有同乐庆生的机会，场面相当温馨。不过，是讲到停车困难影响生理，对大菜市或者是水仙境等传统市场的摊商就是疼，特别是海岸路最近施作景观工程，停车位更是明显不足。这个东菜市水仙境。还有北横街菜市，因即摆拄到的问题拢是停车场的问题，挤满机汽车是停车的问题。我认为是政府应该积极去为这些市场开发停车场。比如讲，迄个海岸路，我认为是中间本来做立体的，你即摆做景观了，迄根本没有办法做有效的利用。迄个所在是需要经济发展的呀。迄市场区你甲做景观，变成不搭调的东西，所以是不是？以后有机会政府应该看这个部分，用立体停车场来增加停车场，因为即摆社会出现的问题上大就是停车场无够，停车场无够了，造成足侪消费者却步，无爱去迄个传统市场。
改善市区交通，就是5家回应民众心声，对里长专政议员的首要政见之一。而且过年以后，第一期竞选广告嘛正式要甲民众见面。虽然只有短短10秒，不过确实拼初选，拍开知名度有利的后盾。各位北区甲中西区的乡亲、士大兄弟，你好，拜托你若接到市员电话调查，爱讲只有就是5件有这能力哦，拜托拜托。有2届里长等丰富学经历的5家，伫北区甲中西区这场议员选战当中，希望用专业、专心来争取选民认同。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市议员参选人李启伟是新人参选，为着要加深民众对伊的印象，提悬知名度，伊特别伫咧上午发表伊甲爸爸做伙写词，家己亲身来唱的竞选歌曲。强调会甲歌词的内容所写同款，传承着爸爸的服务品质，绝对袂辜负大家对伊的期待。由着安平南区市议员参选人李启伟以及伊的爸爸李文正，传了着一群少年人做伙合唱，伫今仔日正式发表的竞选歌曲。启动世界，维新未来。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由李启伟甲伊的爸爸做伙创作的。为当中会当看到议员李文正对后生的鼓励、甲支持、甲承担责任的勇气，希望乡亲和少年人一个机会来为故乡服务。这条歌的这个歌词啊，这个嘛真有意思吼，这就是讲对一个少年人的这款的鼓励。这款的一个支持、肯定、疼惜，希望讲这个少年人呢，会当来承担责任，为咱的社会、为咱的国家，来打拼、来努力，所以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来举办这个新歌主题曲的这款的一个发表会。借着一首歌曲因为启伟这个安尼要接棒有当时少年的。知名度才无遮尔啊悬有借着这歌曲会当加深大家对启伟的一个印象。这歌词的内容有就写着这一路来这启伟甲着爸爸安尼共同做咧打拼这个迄个理念这个精神有写伫咧歌曲内底上较主要望大家会当安尼继续甲启伟少年的支持、栽培、疼惜嘛牵成，互少年一个机会会当安尼继续为大家打拼。李启伟表示，因为家己是新人，所以希望透过竞选歌曲来加深大家对伊的印象，提高知名度。而伊也甲这首歌所写的同款，传承爸爸的服务品质，为乡亲来更加打拼。但是本扎山林根采访报道。伫去年底，台南市将近100位通过第一届国家考试会着认证的在地验光师，但第一届的台南市验光师工会会员大会，集合了工会所有的成员来发表声明，要来共同守护台南市民的视力健康。台湾市近视王国，相信大家早就知影，尤其是近视发生了早、流行率悬、高度近视人口侪，这3个世界上悬的现象，已经威胁着个人的视力健康。根据统计，每一位眼科医生要服务患者，就高达12000多人，所以验光师会当分担眼科医生的工作，就相当重要。伫去年底，咱台南就有将近100位的验光师通过第一届国家考试，要来守护市民的视力健康。台南市有一群很专业的一个视光尖兵，他们在去年的时候考过第1届的国家考试，那他们积极组织验光师工会，在一起学习，然后积极的想要在视力保健，在府城的视力保健的这个领域里面，然后贡献一己的心力所以说我们的这次的大会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想要把这个讯息关于这个配镜请找合格验光人员的这个讯息我们把它转达给府城的一个乡亲就是尔后我们有视力问题，或者说我们在验配隐形眼镜方面有任何的需要，
那在地的验光师伙伴还有验光生伙伴，他们会用最大的专业跟服务热忱为各位服务。工会表示，民众有验光配合家庭需求，会当将卫生福利部的系统查询，遐是人民工会核准的标准，会当找到在地合格验光人员，享受专业和保障的视力照护服务。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海内外出名的盐水风炮，今年定伫咧3月1号登场，一直到过港的元宵会达到高潮。为着要宣传今年风炮的特色，代理市长李梦燕嘛亲身来庆上装备，邀请全国的民众拢来体验。在6月5日以红霞团旋的舞蹈带动之下，几乎嘛要宣布，今年一度盐水风炮对3月1号开始，就将正式起炮，一直到2号元宵暗暝，释放9来户的3座主题炮声，达到上高潮。记者会中，代理市长李梦燕热情邀请全国各地游客一同来体验一摆，已经就是全世界十大民俗庆典的盐水风炮。我伫遮要呼吁咱的市民，甲咱全国的朋友们，还有包括另外我想有很多国际的观光客也会有兴趣来参加。咱的台湾的朋友们，应该是1年1生至少应该要体验一次咱盐水风炮。这个是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独一无二，而且也被世界各国肯定是非常具有特色、非常具有它的这个独特的历史、独特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个庆典。为了宣传国际级的风炮庆典，会中包括府会侪侪贵宾、民代拢到场见证，这会留下历史性的回忆。会中主办单位武庙表示，为了保留风炮的民俗文化，今年嘛特别邀请外地各色的书生来创作绘本，规本拢用台语来表达，希望当作传家宝同款。透过这个陈玉珠老师他的文字记录，我们小朋友就把它转化成这个图像的方式。那其实我们很高兴，就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参与这样的盛事。那在记录这个图像的过程里面，我们小孩子可以更了解我们在地的文化。那之外，我们也希望透过这种文化的记录跟图像的呈现，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我们盐水的这个亲切，甚至是我们盐水风炮的这个民俗文化。当然，市府嘛提醒，想要体验刺激热闹的盐水风炮，一定要穿好万全的装备，才会当算得安全佮欢喜。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过年行春的人潮将会持续延续到元宵节。台南正统六里门圣母庙，即马都有侪信众烧钱要望春牛来祈福。庙方也伫咧神明的指示之下，表达台湾今年会是一个好年冬。过年行春，侪虔诚的信徒拢会选择到庙林拜拜，祈求平安。也有真侪人选择到台南正统六里门圣母庙望春牛，祈求福气，祈求规年平平安安。圣母庙主委也表示，今年这只春牛无穿鞋，代表台湾今年规冬的运势拢会当顺顺顺。这春牛就是照古
古色来甲顾的啊，来甲办理啦。像讲今年即只牛仔，伊即马无穿的，就是代表啦。今年的好年冬啊，所有今年的12节气拢会做好收成。今年啊，咱做田的会安尼五谷丰收，若做生意的拢会当安尼日夜加持。但是我袂要甲咱所有的遮的先生大德爱拍拼，就是有一定的赢啦。若无拍拼，你讲啥物季节好啦，还是讲今年运气好啦，迄拢骗人的。重要就是咱人爱拍拼，咱共同来奋斗，来拍拼。望春牛进前爱先拜春牛公，而且春牛无共款的部位，也代表着无共款的意义。庙方也真欢迎民众来感受这项传统民俗信仰的趣味，同时依照着家己的新年新希望来望春牛。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台南正统六里门圣母庙每一档的元宵节拢会举办真侪精彩活动，其中上受到民众喜爱的就是高空烟火秀。庙方表示，今年会有时间达到100分钟的高空烟火，同时也公布了模拟的影片，即马就互咱抢先来看。正统六里门圣母庙每一档拢会举办盛大的高空烟火秀，吸引侪民众前来观看，也感受元宵的热闹气氛。今年元宵节，庙方表示，规工对下晝10點開始就有一連串的表演，一直到下暗的高空煙火秀。為着要呈現上介好的畫面，正統六里門聖母廟也有先設想煙火要放的位置，甲製作模擬的影片，讓觀眾提前來感受。全國先生大德，大家新年恭喜！咱台南正統六里門聖母廟，以咱元宵節，就是咱正月15啦，就是咱的新历3月初2啊咱有一連串足好的一寡遮的活動。咱按10點起就開始有這藝文的表演，到咱6點萬人梯頂騎春牛遊行啦這6點的時陣，咱廣場也有咱內門上工鎮伊遮來表演到咧咱8點來編春牛搶春牛咱8點半開始就放着咱這個國際煙火，有連續100分的國際煙火秀閣有咱12門的風炮啦12門的風炮也要慶請咱全國先生大德15正月15一定愛來正統六里門聖母廟來共享盛舉。主委王bình儀也歡迎民眾趁着元宵節進前來拜拜，同時望春牛，讓事業、愛情、身體、家庭各方面攏真順利，也讓今年規檔的運勢會當愈來愈好。台南新聞網只好採訪報道。為着要紀念台灣歷史上重大的人權事件，也就是228事件，長老教會每一檔攏會舉辦紀念音樂會。以往攏佇咧文化中心來舉辦，今年首次選到東門的巴克利紀念教會來舉辦。除了紀念，也希望借由音樂向受害者的家屬獻上安慰。長老教會舉辦228事件71週年紀念音樂會，安排了濟動人的音樂，佮加上正向鼓舞人心的歌詞。這屆音樂會以愛作為中心的思想，希望借由音樂來散播同理心。讓社會大眾會記得並緬懷這台灣歷史上重大的人權事件。咱知影，咱會當通過音樂會當來安慰遐個受難的遮家屬嘛通過咱特別來這間巴克的紀念教會就是要來學習巴克的咱過去一個宣教師，英國宣教師巴克的。伊來到伫台灣，伊遐爾用心咧聽即個台灣，甚至伊伫1995年日本軍要攻入台南，伊就受託來扮演一個和平的使者。咱才會變起一場的即個大屠殺來造成人民的傷害，也是遮個財產的即個損失所以咱不茫借着即個音樂會，敢若來安慰遮個
受难的遗族来追思这受难者以外咱就即个学习，咧学习巴克的读书即款的和平使者的即个精神以用拢伫咧文化中心举办的纪念音乐会，即届刷到东门巴克利纪念教会举办，现场大约有600个座位，采免费入场的方式，欢迎民众拢会当前来参与这场228事件71周年纪念音乐会。咱新闻网子豪采访报道。伫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多云，温度16度至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2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